南投德山鎮中央社區來拍微電影，內底是真實的人物啊！要講的故事是早期大家人口外流，到即馬志工團結，將社區互相陪伴的故事。敢若拍照無看人，做社區通過咧，比家己的通過較重。翕的所在，佇咧志工的厝裡，演員照劇情拍戲。其中一段劇情是佇咧描述太太投入社會服務，為侵頭髮，厝裡人攏無理解，到尾啊漸啊得到支持。沒有說很多很進步，可是至少超越了自己之前的自己。除了平常時也的社區活動，真濟時大人嘛因為志工陪伴和關懷，互生活變甲真趣味，袂無聊。志工為中心哈，以志工為根，然後我們就陸陸續續的再繼續辦理我們社區的一些業務。做志工真偉大，中央社區嘛希望透過微電影，互愈濟人看到社區互相幫伴和陪伴的力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